国民党的党团总调鲍昆基第二八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一款法案了后，发表谈话时批评民进党迄当时是用刑法第100条甲伊抓入去关。咱今仔解破新闻，就来看这条早就已经伫1992年废除的内乱罪对台湾民主的重要性。咱请义珍来为咱说分明。 市主部在刑法第100条，也就是内乱罪，伫1935年1月7日公布，7月含中华民国刑法专文拢总357条做伙实施。迄当阵立法的要注意是国民政府立法公布的，这是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委员会。伊时阵是伫咧宪法施行正正的混战时期，所以这立法委员毋是人民选出来的，主要是中国国民党组成的。咱来看这刑法100条的条文。 先开始的条文呢是讲意图破坏国体、占领国土，佮变更国宪、颠覆政府的，会互判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这条文上界恐怖的，就是这个意图。 什么意思呢？你嘴讲的、手写的，甚至是你心内所想的，拢有可能互国家定罪。尤其是伫咧1950年代咧，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了后，任何主张讲台湾独立咧，或者是外靠中国迄边的言论甲思想，拢有可能会违反这条罪，拢违反这条法律，造成白色恐怖时期咧，政人是真惊吓。民众嘛批评法律是侵犯民主、干涉人权、妨碍自由，重要是讲违反宪法的条文。 那这刑法100条咧，施行超过50档啊，一直到台湾该独改严令啊，包括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、定治叛乱条例，搁有戡乱时期检肃废谍条例，这3道恶法拢废除啊。这刑法100条所共款是在无顶档。所以1990年代为着要解决改严了后叛乱犯的问题，法务部就拍算要修法定这刑法100条。不过民进党团是坚持要完全把这条法汰掉。 迄当阵，学术界、医学界、甲社运界等等，都组成一个100行动联盟。这个联盟呢，因展开抗争，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。因要求政府就要停止对民众思想甲言论的迫害，最重要就是要废除这刑法第100条。伫咧民意的坚持之下呢，到1992年5月19日，修正案刑法100条的修正案伫条文内底，就加用这。 用暴力甲胁迫的手段来施行，加这个具体条件，意思就是讲，限定干那暴力的行为，才算是内乱罪。这个条文的修正呢，互看作是台湾民主运动、言论自由甲推动人权保障的重大成就。听到威权政府的上尾一条法律，民众袂阁因为自由言论、自由思想去互按罪名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。